澳門少林持續進修正式開課啦！本次課程內容包括8段感、易筋經、閃水經、禪柔拉筋、少林功夫及搏擊健體。隨住一招一式的練習，筋骨逐漸舒展，陽氣在體內升騰，經絡被一打通。在每一次呼吸與動作的配合中，汗水排出，毒素也隨之而去，寒濕氣驅散。不僅如此，練習過程中內心的焦慮慢慢緩解。夜晚的睡眠質量大幅提升，免疫力與心肺功能也在不知不覺中增強。如果你有興趣的話，不妨來感受一下少林寺武僧是如何苦練基本功的吧。